日期11月16號。天天讚美神，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，我要稱謝你，因為你已經應允我，又成咗我嘅拯救。詩篇118篇21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賜人有信心嘅主上帝，拯救我嘅主啊！求你聽我嘅呼求，側耳聽我嘅禱告。我心裏軟弱嘅時候，我就要切切地求告你。求你領我到避難所，叫我脫離恨我嘅人。我要永遠住喺你嘅帳幕裏，我要投靠喺你翅膀下嘅隱密處。我嘅救贖主啊，你原係聽咗我所許嘅願，你將產業賜俾敬畏你名嘅人。求你保守我，永遠坐喺你面前。願你預備慈愛同埋誠實保佑我，咁樣我要歌頌你嘅名，直到永遠，並要日日還我所許嘅願。你係扶持我嘅。我喺你嘅殿中想念你嘅慈愛，你受嘅讚美正同你嘅名相稱，直到地極。你嘅右手滿咗公義，因你嘅判斷，眾民都歡喜快樂。我終身嘅事喺你手中，求你救我脫離仇敵嘅手，同埋嗰啲逼迫我嘅人。求你叫你嘅臉光照我，憑你嘅慈愛拯救我，我便心滿意足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